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今日阿群妹爱同大家来小记吼，伊只阿群妹真经是当综艺当戏份，韩国我也非常崇拜的一个团体啊，台湾客家山歌团，韩国大家底毛吼，阿群妹我也还要暴露我的年龄哦。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要到台湾客家山歌团啊，其成立的时间同阿群妹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间是一样的，同阿群妹平太就错诶。古时唔看那呀，26年来台湾客家山歌团，经过的当多辛苦的歌唱，唔过没有当好的成果，当好的表演，今日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家己的表演，韩国两位啊，当强当厉害的欣赏的故事哦。然后来细来分享今日节目里头有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你台湾客家山歌团的团长，分享姜云玉姜先生。大家好，我是姜云玉，非常的欢喜来到电视台来向请分享。好，分享安奖的呀，姜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係你另外一位來賓係你台灣客家山歌團的藝術總監好，分享李啟明李先生分享。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啟明，台灣客家電視台呐。节目嘞，精彩呀，人人爱呐。主持姜妹来邀请呐，大家嘞看到啊，福起来呐。姜先生吼，你刚刚谈到嘅迄李先生来创呀西演强的哦，不过还有汇六版本的姜先生，我来同大家示范一下，系嘛？汇六版本哈，先重考嘅，水口水冲。系啊，台湾客家天视台呐，节目嘞精彩呀，大家爱呐。阿强妹安讲勇讲嘅，很强哦！大家有听到冇？头摆一般冲呀山歌子啊，也系老山歌，也系平板呀这种传统的山台跳，大部分听到嘅都系冲西演，可能有的人爱讲东西强，然后用起来冲西演。不过家下没有听到姜老师同大家来示范呀，会六强冲的山歌。都试试看，岂可哪里？动体片呢？因为头摆就有听人讲冲山歌，要一字形腔。古时候要用汇率来冲山歌，也没是一件当难的事情。韩国谈到姜老师按你冲出来，用米上的方式冲出按有米的歌声。弹得么咯？当好弹。古时候今日亮啥先生来到福起来咧，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就会来同大家分享亚白嘅演出，按到山歌入藏，中上歌讲，错冇李先生？山歌入藏，中上歌讲。哇，讲出来像冲腔样按好弹。不过，我想问一下先生吼，有冇想到讲亚白嘅演出啦？我用一只山歌入藏，中上歌讲一只名嘅？那个类型係，其實我係加用那個客家嘅師傅法，嗰個語言多，因為幾樣多菜茶入藏啊，田園標房，田園標房睇咧嘅就標房睇咧。以前嘅農業社會就講下少場地也就按到嘅節目好看啦。一般咧客家鄉親咧講難得嚇，上次嘅幾張嘢就應用。一看一擺那個菜茶戲，也係講做出白戲啊！哦，迄個總督王永遠做戲嘅時節吼，喺做大家就看到日本看到吼，就唔是做戲嘅啦，唔去做戲，不錯嘅表現。唔記得去做戲就錯嘅。所以我就借那個語
人嘅，我也用唱片彈一下。好。用嘅會很做啊。哎，白掌師用嘅來唱歌嘅，你來唱呢啲。以前採茶就來入莊，農家田園就來邊房，今日山歌就下莊入了，莊上太太向歌講啦。哇，向歌講，古時亞伯嘅名嘅就係按嚟來嘅。韓國啊，其實台灣客家山歌團按多年來，年年都有動態型嘅演出，好冇？對，當年都有，當年都有，年度的，年度嘅演出，年度嘅演出就錯嘅。古時亞伯嘅演出同去年嘅也係過去幾年嘅，相比來講，亞伯有加多嘅嘛，佢韓國有動到動難嘅東西，難度有提高嘅哦。係啊，山歌團哈，這個曾經主持人講我也有講哈，20多年哈，但是。佢大概就山歌團中央嘅演員，佢哋嚟講啊，哈，啊，所以山歌團咪一做一講能錯噶，哈，冇錯，你就咁想啦，哈，一開始我就係喺親神同這個唱，啊，後面呢，慢慢呢就感覺講，演員老師嘅山歌就唱人唱嗬，呢下嘅表演嘅場地，唱電視台唱，然後外面嘅戶外唱韓國那個文化中心嘅，啊，演藝堂唱，這個形式係冇同樣嘅，故所節目一聽到喺度變化，大家都會喜歡啦。因為後面慢慢就變，慢慢變到也有家頭嘅跳舞嘅，家頭嘅那個講古嘅，也有家頭嘅那個山歌劇嘅方式做。但是做嚟做去感覺還係冇滿足，因為山歌劇上次嘅曲調有啲會可能下老實嘅感覺，就後生人就聽到較喜歡，較現代嘅一種嘅節奏，現代嘅那個曲調啊。故所我都幫用現代最現代嘅代表就用好多歌舞劇嘅方式。歌舞劇，古時亞伯做哋看嚟到演客家嘅山歌同歌舞劇來做結合。唔過呀，歌舞劇就係講要愛唱，要愛有啲位做戲，那可能還要有懂得愛記懂的台詞，對不對？那係難度適當嘅講，啊，呢種係團腔啊，嗱平常嘅山歌班咧冇咁樣，嗌到很多山歌團嚇，因為要嗌團腔咧要雖然要專職嘅導演，也有一隻舞蹈嘅編舞嘅欣賞、教舞嘅欣賞，跳舞咧就部分咧實在講嚇，佢係冇咁容易嘅啦，因為舞蹈嚟講咧，佢老音樂咁樣，一從細出嚟學，冇嘅有啲人演技啊，甚至多嘅時，佢身體就硬起去嘅，跳就硬跳唔冇關啦，故所全部要欣賞。嚟指導嚟教啊！冇錯，唔過因為唱下歌舞劇啊，又愛唱又愛做戲又愛來講台詞，我就知道也規則編排，比如講夾嘅劇本就會當重要。唱亞伯嘅劇本啊，應用嘅來編寫也隻劇本嘅。呢一隻部分做小弟，我想佢對待可能真有興趣嚇。平常你看到電視播出嘅時間嚇，喺一個表面上面講台下。台當係3分鐘添咧，台下做聲演功啊，那聲演功之中啊，還有一隻功夫可能係哪叫嘅，就講一個編劇戲劇嘅部分，一要到係慢慢嚟去講，用國語講到有醞釀啦，嗬，人講比如煎鍋，比如有一個發酵嘅效果，之後唔當做嚟轉化到劇情喺舞台當個呈現哦，咁係冇咁容易嘅。編呢個東西要啲客家話愛啲。係啊，要會客家話，要會曉講韓國故事性嘅東西，因為也有寫到頭擺一條情景。我知道也會有一些些嘅啲客家種生活過嘅人，可能咁寫得出來嘅。故所你要幫我編嘅時間嚇，像呢隻部分咧，我就注意到啲啊，就講，比如講我有兩團睇體上去用硬嘅來個主題度方，像那個演員嘅。叫戲劇樣片體上團有4大主軸嘛，對不對？我哋會做到一團咧，就講，像以前個客家人做那個戲詩嘅時間，像偷情嘅時間啦，經常嘅形容廣州話就會唱那個楚玉酒嘛，楚玉酒嘛，楚啊玉酒，楚西啊玉酒，酒紅藏住，哎呀，前輩啊女男嘅。但就真正人家各位出本大家帶到戲劇、歌舞劇嘅一情景度好呢。但是呢，從咧體育團啊，就啲阿叔過嚟講嚇，體育團
天宇团佢天宇团喺很多講那個我們講那個廠子安南方啊，國門那妹廠子就安南方啦，係嘛嚇？佢這咪就答講嘅因為腰帶跌鐵前班走啊，係啊，初三走、初四走咧，迄走石頭啊，前尾來南走。古時全部就係用一歌曲地度嘅內容來襯托整個歌舞劇生發性。古時啊，其實也擺喺三個業種中上歌講啊，還有動精彩嘅所在，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又轉到福氣來嘅節目，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喺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台灣客家山歌團也擺有新型嘅演出，愛同大家來分享哦。韓國有講到好係用歌舞劇嘅方式來做演出，唔過啊，家下你先生有講到好，從一歌舞劇嘅方式來演出，其實一劇本係東南嘅素材。冇錯。有講到用你生發嘅事情，比如講家下有講嘅這個陶琴來寫一劇本，唔過其實地都還有動詳細事情，我同大家來分享。主要係咁嘅，因為像我嘅想法就講話，你個鑼鼓嘅山歌啊，嚇，絕對冇本人一般人看到講佢真正嘅唱人講嘅，人講3000年都叫死啊，應該喺度變到講冇必出嚇，啊，攞佢變到舊嘅東西，做啲小可嚟攞佢改變啊，重新俾佢出發。用那個應該口硬嘅嚟裝新酒嘅方式啦，嚇！啊，希望新酒同舊酒同樣按香，嚇！我說我像記你講那個像初一走啊，初一到初三、初四走嘅，咪個唔講香腸啊，也係講石頭嘅全部啲啊，你睇睇地上一般嘅信仰係你這樣做，但是元旦唱嘅初五走、初六走去開水，啊，初七走、初八走講，就一啲香腸嘅起火。以前起火當然了，半小時啊，起落應該神嘅，假如公主講，跟人講3百枚啊，跟人嘅皮骨啊，嚇，跟新嘅皮骨，跟拿來插來做火頭啊，跟當我笑啊，但是你手頭就冇皮肉過啊，初十九就講流飯店嘛，流飯店個貼落去油嘅咪嚇，嗰啲係調過時嘅果子，嗰個外頭唔係俾看到外頭會教改。啊，初五走、初六走，我就冇開水咯，你唔是開水啊？吃來水就準開來旅遊誒。咁啊，我貴多個咪，我都新婚旅遊呢，啊，嚟前尾嚟南少。我今日出門洗下自己打扮得前面嘅衫啊，佢講攞安南湯，攞安南嘅攞安南落講，衫褲攞安南湯咯嗬。誒，跟這麼樣佢講，係出皮包跌鐵咯，前班走喎。跟老公講好啊，唔怕啦，跌都跌睇，我應該去巴黎買本名牌包啦。哎呦，老歌新編，老歌新唱嘅一種感覺，東神七。韓國其實也擺啊，演出有6場，太多誒，從10月27到11月26有暗場嘅時間，不過頭個已經有演出2場，27、28已經做睇咧。接下來就係11月11號、11月12號，韓國19號、韓國26號。嗰時每場我來請江先生同大家來講一下，像我頭前看到嘅也2隻表演嘅場所啊，像係嘉義同南投，有2隻素材，以場唔係動到嘅客家演出會到2隻素材。係有人唔可能。安尼了解呢，先嚟嘉義吼，是高興嘅，都唔是去到嘉義啊。但是咧，我哋喺度希望講，攞嘉義嘅客家嘅鄉親啊，攞佢唱出來。其實我哋係些發覺到嘉義嘅鄉親非常非常嘅熱情啊，有佢嘅法通啊，平常也啲客家法通，佢哋使啲也當有心啊。而且我客家山歌團行27年來嚇，最後輩一隻人。
以前其他人通往韩国的各县都去过，要不然是最后一就係揀對。那也係後輩嘅安排呢，從11月11號叫做花蓮市小巨蛋，小巨蛋，佢係非常係精選的一隻節目。喺11月12號呢係在花蓮嘅客家會館，然後有一隻老花蓮嚟嘅團隊嘅採風的舞樂團啦。咪有同彩體嘅也得表演嘅團體結合起來。個呢材料安排節目嘅內容上面，還考慮到當地嘅特色，所以呢，按照山海戀歌。哈，古時候人哋都花蓮嘅呀彩體嘅演出，韓國用呀彩體嘅特色。古時候人嘅內容又會完全又會變一下哦。冇講完全變態，但是呢，在節目當中可能會安排到一個 part， 1/4本當地嘅要發揮，當地嘅咧要分享啊樣嘢。古時候人哋會團員行愛練無口用嘅版本哦。對，也係本當地嘅團隊佢哋就盡量發揮。所以這個一隻細細嘅部分係本當地嘅團隊來分享啦。像嘅11月19號，淡水佢係也係一隻非常有心、非常熱情嘅一隻團隊。韓國讓我哋係喺度長期嘅合作。指頭先生呢，黃佩書老師，所以我哋係講緊緊密合作是佢兩隻團體呢，也一隻發揮嘅喺度。春回滬尾莊，春回滬尾莊是又係嘅一隻歌劇一個歌謠劇，最後一場非常有特色，在11月26號推北嚟中油的國光廳信義區真係喺棟都市嘅所在，因為為到大家為所適應當地嘅特色，特別是都會區，所以呢，兩場呢是按照這個都會客家。都會客家。對。古時候其實雖然有6重，唔過其實6重嘅東西、演出嘅東西，係當到冇共用嘅。係啊。韓國咩用呢邊彩體嘅客家人嘅成分，因為客家人啲當到素材都有啲種蝦，咩有啲都市，韓國有啲淡水花蓮，各素材都有，人哋就喺邊度愛適應呀，各種素材嘅客家人，很多在地文化特色。哇！所以做起來不容易，喺團員哦，應該快要發瘋了。11號給花蓮市嘅小巨蛋哈，叫做細亂嘅全方表演啊，還個唱天意嘅南部嘅飛棍，嘅鹽田嘅花蓮鹽田兩場節目冇共用啊！我想講，就花蓮可能兩場係共用，冇想到兩場係冇共用嘅。古時候，我11號看到花蓮嘅夜場，同我田講，你11號愛看到嘅，會冇共用嘅。古時候搭場，就當隨便大家去地度看。所以講團員很厲害。我唔錯，古時候就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安強嘅團員有哪條陣容。你頭先分享一下係外來，像我啲都講獨創嘅團員嚟講話咧，像陳世貴老師，佢嘛係非常嘅優秀嚇，你做東山歌嘅超級組冠軍，還有像吳全雲嚇，佢也係做東山歌嘅3冠王嚇，所以佢哋真係獨創，然後合唱嘅配合方面啊，非常嘅有表現嚇。除此之外，像我哋指頭嘅先生哈，這個佢本身佢嘛係舞者，哈，所以才開場舞中間嚟這個過場舞，哈，同行最難得是兩邊我都挑戰，聽下講按照歌舞劇，有歌有舞有劇，哈，你按照歌舞劇，佢嘅結合係非常難嘅，會變一隻正式嘅歌舞劇。從西方的按照 musical， 嗰種係形式啦，其實嗰係一個非常嘅理想，因為當然因為載歌載舞，一邊跳舞一邊唱歌，你可能以表演做戲，所以你係按照當代最難的按照表演藝術的按照全方位。就係講當班景啦，兩方面，我哋團員呢，佢哋對對對表演
表演艺术一方面啊，也非常愿意做一张这个学习，所以我都尽量的尽量向了这方向，希望讲做得到当今的俩下现代的表演形式、艺术的导演哈，这个整体哈。做一下学习，我都也在学习，老师也在学习。哦，老师用啥太客气耶？不过其实像我啦，我想到讲假是假设我是台湾客家山歌团的团员，我根本也爱来做演出戏，还爱唱歌的，可能还爱跳舞，我所以也是一件懂困难的事情，韩国我想到可能还会之后有一些的讲啊，还会演出按多重。我说欣赏在同他讲一下，一开始有想到讲，编排按用的概念的那种歌舞剧，人家都会团演，也系讲工作人员有嘛该吃到很有挑战的素材嘛。其实我就喺做有计划来做，唔係講臨時做啦嚇。咁你個主題啊，個規則嘅事態嘅團嘅內容，係喺一團咧做一隻將一隻一團咧劇狀嘅。啊，有啲同時去年10年就上，然後咧計劃通過到3年，人一聽講通過之後咧，我就開始就正式嘅排練嘅。但這個前面嘅儲備工作咧。兄弟啊，就儲備忙年嘅咯，有陣痛期嗎？太辛苦了。準備哈，係永久都喺準備。哇，永久就本起個維持的啊，這個準備狀態、備戰狀態。永遠的，都永遠嘅學習，永遠嘅準備。錯，鼓手啊，唔該，下擺嘅演出啦，大家聽咗我來多多支持，因為真正動精彩，就算係強雜素材，大家咪做得看到無強嘅編曲，和無強嘅呀這個編排，鼓手非常非常嘅精彩，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台灣客家山歌團也就出外演出了，今年的10月27、28的假日韓國南投演出過嘅，唔過接下來還有4場嘅機會，大家可以好好來把握哦，就係11月11號韓國，11月12號、11月19號、11月26號，還有4場嘅機會，大家假使講想要了解呀詳細演出資訊啊，做得上呀面書去尋台灣客家山歌團，就做得看得到當到資訊哦。韓國啊，也按精彩嘅演出，想要每一下欣賞，愛買票冇啊？所有唔是賣票哦，唔過係鎖票，鎖票，憑票入場。嘿，我去那一片來鎖票。我哋票目前呢就係各家表演嘅場地哈，表演的場所場館有部分嘅票本人哋鄉親韓國愛好者去鎖票，當場去自家去拿票。唔過呢，我哋也係將啲票呢寄到各地嘅客家嘅社團客家會啊，客家的這個表演團體哈，有撈佢哋啥做聯絡，主動撈佢哋啥聯絡，票不用佢哋本佢哋啥去發本嘅會員團員。我想按因都是各家嘅管道哈，是做得那多票。哇，鼓手就係唔看啊，按好嘅演出，愛同大家來分享，唔是前搶嘅鎖票，就做得去到，你看其實有當到表演嘅素材都係當優質類呀演藝的場所，本大家做得好到，像在非常優質的環境底度去享受音樂，享受戲劇。係啊，講到也係場地哈，本來我都從山歌，其實呢台潤同唱啊，苗片啊，哪位any場要當親切啦嗬。咁個場經驗要特別選也係非常好嘅場地哈。係因為經驗喺度製作方面哈，要嘅多媒體。哦，多媒體嘅部分。這個3D 動畫的。3D 動畫，鼓手愛看3D 動畫，還愛看演出，還愛躺影哦，就五感大爆發，對不對？看場地，所以講因為平常嚟講客家以前講中南街嘛嚇。中南街就講在戶外種嘅有鑼鼓聲，有啲講法，有啲嘅有大旗把有炒米粉就鬧嘢，但是我嘅看法就冇，因為現在嘅成法嚇，睇地上
尤其慢慢的像客家人大致上迄带菜咧个食菜咧个都市多啊多。我说我希望讲，这个文化中心按好嘅场地啊，哈，来大家讲有机会尽量来欣赏，又不是买票哈。这个讲起来咧，一装票哈，差不多上到1000元。嘿啊，按成本啦，做起来。古时候其实两位先生唔单像係研究呀客家山歌、客家歌研究到同程，其實兩位啲呀音樂嘅兩位都有冇共用嘅專長，像是江先生自家係民族後民族音樂從嘛？我係最早係西洋音樂，西洋音樂，聲樂美聲。對，後來呢就進按照中國民歌，中國民歌嘅兩位啦啊，後來呢就從嘅按照民族音樂嘅一種觀念，去到少唔得，總得少一家，所以安尼一家係客家哈，所以我想大部分的時間呢，就我是專門對呀安尼客家，我希望呢有更加好多嘅時間，那個有限的時間，啊，來希望做得多多發揮。哇，唔過先生好過按到冇共用嘅呀音樂嘅風格啦，再個來看，兩位先生都共用，再個轉來看呀客家音樂。然後知道呀客家音樂同呀世界性嘅音樂，尤其是像民族性的部分，客家音樂嘅特色同哪一片？那像看我嘅團名就啲嘅。台灣客家山歌團。用山歌團，唔用合唱團咧。一唔用採茶戲團咧。我咩講飛天啊講合唱團唔好，採茶戲團當好啊。其實全部採自己嘅兩邊之中好好發揮。但係咁講咧，台灣人客家嘅東西嚟講，山歌呢部分以前本來係經營山歌即個唱啦嚇。因為嗰條東西咧，全部愛基礎相當嘅訓練，從戲啊，從細嘅訓練去教。當係要等於當戲文唱歌嘅啊嚇。當自然就話嗰度去參加合唱團就好嘅。但係合唱團一般嚟講咧，佢係較相對較西洋化嘅東西。故所呢，而家講用客家合唱團嚟講，你卡到嗰隻合唱嘅藝術嘅一隻範圍之中咧，你就比妥適啲。故所我就想用我就加民國80年民國80年就真正係阿權妹藝出世嘅年，26年咧。我就用山歌團，唔可以用嗰個名。山歌團就講我唔會輸到呢度嘅，嗱係縮白啲嘅，我唔會重點。故所我做到盡量去發揮。一樣嘅做一樣嘅唱全部，唱禮拜我也有唱到，唱做戲嘅採茶戲嘅東西，也有多嘅多強東西，也有新嘅東西，全部都嚟做，真好發揮啦但是就講呢啲東西呢，最規則台灣嘅客家嘅呢種嘅就業我嘅環境啦20-30年前到底也有清泰嘅有係冇共用嘅。係啊，係冇共用。唔過像李先生因自家頭歌咩係好使用嘅音樂嘅，喺某個時間嘅聽講要愛再來講研究自家文化嘅客家音樂。當然係開始係學視樂嘅，學鋼琴、學神樂啊，作曲全部要學過啦嚇。從民國60幾年間，我係要咩參加台北歌劇團，要演過歌劇嘅。故所那個本身神樂也係底子深厚，也有啲基礎啦。他有演過《魔彈射手》係嗎？唔係魔笛。魔笛。我有演過托斯卡。哇！所以我就想講，如果你要接觸過呢個西洋嘅歌劇之後咧，你盡多嚟看人自家嘅東西嚇。你要點講？那隻會所做得去發揮，那隻會所可以去加強。當然，未完全去模仿去學人家。而家可能係條嘅表現應該有人嘅樣，但是呢，唔係完全就講照辦啦。從下辦過唔一樣嘅東西。自家客家嘅東西呢，係呢有一隻客家嘅特色。呢一點呢，就講一出嚟就十分嘅注重嘅，把握嘅嗬。對，就講到特色啊，就講其實最大嘅特色，然後使用音樂，然後以前嘅經驗冇共用為所，就是一種感情。感情。因為自家嘅文化，自家嘅歌啊，自家嘅語言，所有嘅親戚朋友自家嘅屋企人。所有的鄉親，大家都談嘅事，所以人哋熱情，人哋共鳴是多的。對，係表現外國嘅東西，它很美，你也可以欣賞你知道當好，
去欣赏，可是嗰只感情呢，嘅共鸣冇很多哈，所以我知道咧係按當年咧做咧就從客家嘅音樂一種最貼切咧，就是一種熱情，一種感情到地步。不過其實啊，我咪有看按當年來欣賞山歌團嘅演出吼，其實有當到客家傳統嘅歌曲，係我可能我從細到大忙實聽過嘅，我可能較接聽到嘅就係羅山歌、自平板呀，這種三台跳，還有一些可能比較常聽到的一條小跳啊，嘛個送金菜呀、開擔歌呀，都較接聽到嘅。不過我知道台灣客家山歌團有收集非常多無曲用素材嘅山歌，傳統嘅一條客家歌曲。真係同大家來講一下，人家就從頭按久以來，咩有研究到客家山歌嘅部分，有那條經驗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幾天因為民國78年學校經過先生退休之後呢，佢就全心投入嘛，就全心全意這個做客家嘅啦。當然之前也有陸因為清楚也有對民歌方面咩動有興趣嘛，一直也有去關心。嚟講全心去做這個樣啦，比如講對呢個嘅台灣嘅客家山歌傳統嘅部分係十分注意。係有你講，乜嘢講，那有乜嘅羅強嘅，也係講羅嘅資料，我聽過幾樓佢請過嚟，我不講熟悉當道嘅。談到羅強嘅木組就擺到緊，擺到動態。嗰個保養嘅啦，認真要等於拿嚟凊彩攞佢鑊嘅，攞佢別嘅，但係一路飲咗來飲咗來就講愛寫過真理歌因為有青島。以前嘅用老師佢而家冇將啲資訊人發達，而睇上去唔講口耳相傳、口耳相傳，這種有青島詩抄唔錯嘅寫唔錯，但有啲人以為佢冇注意，就唐東陽就到創出嚟，咁所以有條青島會發展一條以訛傳訛嘅結果，就睇起來好像講。咩？有啲嗰廠唔係廠白嘅唔掂嘅，對，基本上係條這種也好多應用客會費這樣經過就出過2本咧，那個嗰形式，大家有機會就上網直接去談，有2本都有80幾首嘅、85首嘅台灣客家嘅山歌跳。第一個算成，但是還冇完哦，還有哦，我想說第三期哦，佢還有20萬首嚟講傳統嘅哦，台灣呢講傳統山歌，傳統山歌還蠻做法，對，就是其實呢一方面哈，非常嘅感謝你客委會，我要當到線上朋友哈，才學教書，用呢一部分實在太好用了哈，包括講台六國內也交換學者哈，佢都係打開你網站，做啲看到傳統嘅啲歌啊哈，佢都做啲睇到翻唱，做啲看到樂譜，做啲睇到伴奏嘅形式咯。佢講哪裡有比這更好用的哈？唔講用嘅用到都同好，韓國推廣咩同好，尤其客家文化，唔講講到呀，其實線上嘅談講牛啲嘅策展，12月8號有一隻同竹東山歌有相關嘅活動。也係台灣音樂館哈，是傳統藝術中心，台灣音樂館嘅一隻動態嘅活動。亦係到世代之聲，台灣族群音樂紀實音樂會。紀實，其實像講歷史，然後講歷史一樣哈。我現在呢是講係用竹東山歌係非常有代表性南部基本上南部也有代表嘅人策展人去策展，我呢是從竹東嘅山歌上給一隻代表性嚟提出來用竹東的這個發展嘅發展嘅歷史，所以我想該係12月的，也是一隻非常大嘅。那呂老師呢也係強下嚟協同策展嘅人咯，所以兩下。是陸續同忙都在做呢個工作。見來見精彩了，唔單唱11月有發通，韓國有12月的發通哦。故說今日什麼兩位先生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老師。好，咩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愛記得咯，掃描台灣客家山歌團就做得看到其他嘅演出資訊哦。先休息一下，等下聽運動先生來做運動。